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来介绍甲身躯的动作有一寡相关的台语字吼。咱首先要来介绍即字读做斡就是转弯改变方向的意思。咱比如讲头前斡正爿就到啊，就是前面右转就到了啊。另外它还有计算弯道的单位，咱比如讲九弯十八斡就是九弯十八拐就是北宜公路有一段著名的多弯道好，咱这个下面要介绍这里叫做斡，就是转回头掉头的意思。咱比如讲huê-thâu就是回头huê-tńg-sin就是转身huê-來-ua就是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的意思咱下面这里来介绍这里叫做回就是调转。咱比如讲huê-thâu就是返归，回头嘛另外还有是返跟归的意思。咱譬如讲huê-kok就是回国另外还有回应还击的意思。咱比如讲huê-tshiú还有改变的意思。咱比如讲huê-sim-tsuán-ì嘛另外它还有答复的意思。咱譬如讲huê-phue是回信的意思。另外它还有谢绝辞去的意思。咱譬如讲这件代志我给伊毁掉就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谢绝他了就对了好，另外它还有计算事情、行为、动作、时间、次数或长篇小说的段落单位。咱譬如讲一回嘛好，咱个过来介绍这里读个变就是翻转。咱譬如讲píng-pîng就是翻另外一个边还有翻跟斗。咱譬如讲变káu-á-tsai好，那就是翻跟斗、翻筋斗也可以讲pha-tshia-lin pha-liàn-táu pha-kî-lîn tshia-pùn-táu这些都可以然后另外它还有翻转、打滚或翻来覆去的意思，不断的改变。咱譬如讲tshia-pùa-píng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它还有一个音读做换是改变变化。咱譬如讲huán-sik就是变颜色另外它还有背叛的意思。咱譬如讲huán-puē就是背叛的意思好，感谢各位。